5月18是国际博物馆日，嘉义县市结合在地文化资源来举办活动。也若国境南院嘛有规划规个月展览，还有精彩讲座。而且伫咧5月18这天，有开放予民众免费参观，带大家做伙来看卖。嘉义县故乡镇的地方文化馆，为着5月18国际博物馆日，实在是提早伫国境南院做伙举办活动宣传，嘛紹介地方的文化。这个地方不只是国宝级的文物，也跟很多地方的文化馆跟文化活动做结合，所以它等于是博物馆再加上文化活动的一个集结体。嘉义市立博物馆嘛，伫即天结合市立美术馆、考试和博士纪念馆、甲史迹资料馆等5间地方文化馆，用故事的信奉做主题，举办城市行读甲工作坊。一族人发展，也许是木产业带来的很多的基础。到我们这一代，我们有更好的把我们的精神发扬光大。这就是在博物馆里面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要爱。除了嘉义县市地方文化馆的活动，国境南院伫5月份，毋但配合展览有活动甲讲座，5月18这天，各会当免费参观。国境南院表示，连接国际博物馆的学习精神，后落时阵各规划亲子艺术活动。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艺术作品去回溯、去探访科学，然后呢，也可以回去探访色彩以及历史。我们会针对这样的一个主题呢，我们会设计夏日亲子艺术月。国境南院表示，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活动精神是博物馆的力量，希望民众会当利用各种博物馆平台，学习各种资讯，开拓家己的眼界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